我是台青椒，我是全台湾唯一咧演唱的个爱分金蕉的乐团吼。来，现场炸到是基山的乌龙啊蕉。哦，来，食金蕉有啥物好处？头拄猪头皮老师有讲啊，伊打 Q 我，嘿。来，装卡其实用5拍的思考真刺激。甲所以这条歌嘛是5拍 ，5 step， 1、2、3、4、5，阮的贝斯手要回来，波声无够大声啦，波声该吹落啊！阮若是司机，你是我的人客，其实咱会当炸恁做伙来装卡佚佗，装卡做好耍的，装卡好所在。这所以这条歌叫做“你是司机，我人客，我是司机咧”，你就是人客对啦。哦，这条歌送给大家，嘿。讲你听有的情话。来看庄卡的美丽，游览手看着慢慢洗。讲笑轻松真济，跋山去落悬崖，望你欢喜，这经过一切。春夏秋冬四季，寒寒真心来交陪，目睭有话，亲像芳甜的花。听阮讲演过故事，甲这当作是起家厝，望你定足咱得到的所有。我是司机。人客要来坐车，就免歹势哦。愈多陪伴有好相加，咱定定来约会。你是司机，我人客，把车爬山就豆豆仔坐。你是心肝，也是我的宝贝。愈多平安欢喜。人生的路是长长短短，愈多陪伴有你来坐，咱定定来约会。宝贝啊，心肝宝贝，你是心肝，也是我的宝贝。欢喜来相做，谢谢。